立法院的司法法制委员会今仔日排审年金改革相关的法案，这个南北有共识要恢复公告年金。不过，民进党是主张年金改革无应该行翻头啊，所以透早就加急动员啊。转型部就进一步去试算，假使要维持公告年金啊，这国库都要开6900亿。他讲嘛，悠长时间到20年这么久啊，这国库要开超过8500亿。民进党调了4次14%。一透早，司法法制委员会力赢用假当备战，因为调委王晓玲排审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，目标是无买台公告年金。刚刚听到吴思瑶委员的发言哈，我就用2个字来形容，叫冷血。不要再霸凌我们的公教人员了。根据了解，南北阵营已经是真有共识，不过恢复年金的时间，南营版本是主张113年开始无买台，民众党是主张为今年开始。不过2017年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是支持台公告年金，不过今嘛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态度是天差地地。不要忘了黄国昌曾经过去认为年改要赶快上路，年改改得不够多，砍得不够大，这是黄国昌过去的主张。依照法律的规定，本来就应该要重新检讨，但是民进党还是一样一贯的用贴标签的方式，想要欺骗社会大众。实际上，进一步来比较各大年金平均一个月退休所得，公务人员上加保障金额大约是3万2，劳保劳退大约是2万5，农民津贴搁较少，大约是8000多，若国民年金是干那3000多。民进党烦恼年改会行倒退，会扩大职业之间的无平等之外，专属部嘛算过啊。若要维持公告人员退休基金维持伫咧原本的138年到134年用完，那是10年就要拨6970亿。15年拢总就要拨7680亿，时间若悠长到20年，就要拨8580亿。部长，如果修这个公告年金的话，年金的改革无买台，即马来到关键的审查阶段，伫咧南北合作之下，上紧12月会拼3读，就看民进党刷落来要安怎出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